这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永远是原地。离开你啊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啊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。原来伫遮，这是啥物所在？原来伫遮，我想起是陈明带我来。啥个是啥？你甲因带来遮创啥？冰玲珑，因是你的保命仙丹。保命仙丹，什么意思？玲珑，你必须要吸收世间人的勇气，才有法度恢复你的原力。妈，帮助了，帮助了，妈，帮助了。陈明，是，我袂当安尼做，你赶紧放伊转去。不可能，玲珑，可是讲你若无吸收因的用心，你是无法度保掉你的元神啊。那安尼，到底是你的命重要，也是因的命重要？请玲珑你三思。我袂当安尼做，陈明，紧放伊走，紧放伊走。为着我的牺牲三个无辜的性命，我哪会当做出这个欺受不落的代志？玲珑，你毋通感觉袂忍心啦。反倒当因仔感觉真英英，会当帮助你练功。等下你修炼完成，魔力龙珠自然会甲你结合，安尼到时你就当成做真正的玲珑啊。魔力
倒位来的调夫？搞踮在将军府的门口伫遐吵吵闹。什么将军府？我看一台人拢回头回去，害死我阿兄，讲个大声话，实在毋捌看过这样袂见笑的人。住口！你谁了白讲啥？我真无白讲，刷机害死我阿兄是事实，刷机你讲出来，你讲出来！你若去跟我白讲话哦，我对你无客气啊！我不管，今仔日我拼死，嘛要入去找刷机，替我阿兄报仇。刷机！快啊！我要离开！要放屁！要放屁！我看你哦，是你头袂疼啊！大门搞好啊！是。恁无要互我入去，我偏偏要入去，我着毋相信，我无法度入去。既然大门、后门拢袂当入去，那安尼，我就偷偷爬入去。有疼，有疼，哭哦！毋过，我想要替我阿兄报仇，拢无法度。我阿兄对我这尔好，毋过，我一日当目睭紧紧伫遮，我不好。是高康，我会因为这让你去。你胖，安怎？在遮拄着你吼，实在太好啊！拜托诶，你紧替我甲这点心哦，送去互雪姬夫人。我是爱帮你送啊，唔袂。哎呦，拜托的啦，我就是吼行袂开骹，才毋少吼拜托你斗相共。拜托的啦，我早考过咧无用呢，若是我送去吼，雪姬夫人一定阁会生气的啦。这要送互夫人的哦。嘿啦，你到底要甲我斗相共无啦？哦，袂啊，好，我来。啊，你去无用，你去无用。美芳，多谢你吼，较先吼我搁走一撮，那安尼我先去无用哦。你去，啊去吼。机会来啊！食甲遮尔好，唔惊巴肚疼。这两岛的查某人哦，平常时拢欺负我含小姐，无趁这个时阵吼，报一个鸟鼠丸，还真正对不起美芳家己呢。互你食我美芳的嘴烂，变甲像我咧肥卒卒，看将军敢会爱你无？安尼这样阁无够呢，
佮甲加一寡料。安尼就对啊啦，互你食到腹肚疼，流到骹软，看你搁敢唱，我唔小食无。夫人，我是美康，我3点钟来互你。起来。夫人啊，这拢打做好尔，啊你又爱趁小食吼。紧食，较紧食，紧食落去。夫人，啊敢有好食？袂歹。真好食吼！你阵也知影这点心，互我加了过，看你会搁食较欢喜无？加食看，加食看，等一下吼，我腹肚疼啦！李胖，你写笑啥？笑甲遮欢喜？无啦，夫人，我是看你食啊遮尔欢喜吼，啊，我嘛足欢喜的啊。你的少年做了袂歹，你搁做他放一碗来。好，夫人，我出来。伫这个生活弄到的歹查某，阮一个伙仔甲你无冤无仇，你竟然害死阮阿兄！今仔日我替你，是要替我阿兄报仇，替你行道。啊，毋过，就算我替你100届10000届，嘛无法度消除我心肝内的怨恨，无法度弥补你的过错。你想要害我，还搁早？以我的功力，留一点仔过是准。我今仔日来，就无拍算要换你转去。就算讲要甲你做伙死，我嘛要替我阿兄报仇。凭你想要夺我的性命，真正是七过半暗唔知死我。好，我看到底是谁爱谁死。紧走！靠！人家，我爹。我就是谁遮尔好大胆，竟然敢伫我面头前将人救走，原来是你，捌你。啊，你捌我啊？我免自我介绍啊，连工找你泡茶啊。讲咩？哼，你想要走？你来看我有答应。嘿，看天看地，无看我早人遮歹讲话。本的名字用母的。嘿，你靠！来啊啦！
安尼就会背着输的，收工。天生，你来啦！竟然敢三番两次甲我骗，恁上好莫落伫我的手头，啊若无，我一定将恁碎尸万段。哦，我就知影哦，你去将军找你煞去报仇啦。好佳哉，我算啊准的，啊若无我较问到，你绝对有性命。是，大雄啊，你落话拢也要讲话，啊到底是安怎啦？你若有心内话，你讲出来，莫屈掉的，有久会生病呢。吼，我拜托你啊，我办你的啥物拢唔惊，上惊查囡仔流目屎啊，莫哭啦吼。万里兄，是的啦，我毋是挑工，互你烦恼。我只是想着，我阿遐冤枉死，我都。我跟姑娘，我口才较歹，我唔知要安怎安慰你。我知影恁阿兄死吼，对你的打击真大。啊，毋过我公主讲过啊，人生是无常的，只有放下，人的心才会安，啊，亡者的心吼，嘛才会安起来，吼。我知影，啊，毋过讲简单做困难，只要若想着，自细汉就上疼惜我的阿兄，已经离开我。哪有可能袂相信？你千万莫安尼想吼。虽然死是生命的结束，也毋过袂得讲是另外一段生命开始啊。假如讲吼，像你讲的，死了我都解决一切代志，安尼百姓就袂受苦难啊，天下就太平啊。阿丽呀。你唔免安慰我无代志的啦。即马我敢若烦恼我阿娘，你若知影了，你会无法度接受。对啦，天生吼是恁好甲为的查甫囡仔，啊恁阿娘身体无好，阁有血啊，惊的吼知影天生就死。我就接受这处死，我说会走自杀。无啦，我唔是意思，我意思讲哦，这无啊，无啦，我唔是这意思。万里兄，我遐尸体是带咧倒，带伫火焰潭。火焰潭，哪呢？万里兄，今仔日先讲到这啦，剩了以后再搁讲，你是转去啦？啊，无啦，你若讲我一半向，要甲我赶走，歹势，我通都讲唔对，我绝对唔是迄种，我。唔是啦，我阿娘出来啊。啊，唔来啊，拍者招呼。万里兄，啥物事哦？是莫互我阿娘知影这件代志啦，你先离开啦，好啦，紧走啦。别让我知影天生代志哦。莫搁哭哦。走。阿娘，来啦！你人无爽快，哪会走出来啦？我惊你哦，安尼会寒着，就唔好啊！我扶你入去啦。你甲我讲，恁阿兄是不是已经死啊？阿娘，你莫有白想啦，阿兄过2天就转来啊。无代志的啦，来啦，我扶你入去，再搁讲好，来。莫讲我无话，你甲万里所讲的话，我拢有听见。你紧甲我讲，你阿兄是安怎死的？你讲啊！阿娘，你莫这样激动嘛。好啦，为着这件代志。
我早慢慢爱甲你讲，本来我是想要较慢才甲你讲，既然你已经听到啊，我就老实甲你讲，哎呀，哎呀，已经往生啊！娘，天啊，娘，我的心肝囝，天神！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咱也是来等啊，好不好？阿娘，你莫哭我，你莫说到阿娘。我今日心情去花阳茶，快去洗白了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你的身体这尔虚，路途搁这尔远，咱是来转啦。你放心，我会将遐个后事拢处理好。咱是来转好无？我烦恼你的身体袂堪的。我不爱，来过，来过我。阿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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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来转啦。你安尼，我心肝内足感慨。你若搁安尼，我相信，俺遐在天之灵。伊嘛就唔甘的，我无爱，无论安怎，我一定爱到回阳堂，因为那是天生的终身之地。阿娘，好啦，既然安尼，咱豆豆行，好，我扶你，这里哦。我扶你。天生，我会惊。阿娘，我的心肝惊。望南树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伊我点。人我已经出来了，请你紧接受因的用意。袂用的，我袂当安尼做。林公，这三个人是啊，无恶不作的大歹人，因死无啥人去可惜。你免感觉有啥亏欠。阮拢是善良的老百姓，我顶面有爸母，下面有某囝，规家口的大大小小的生活，拢是靠我趁钱来维持。请林王饶下阮一命，放阮转去，拜托啦，拜托啦！是啊，你敢掂伊？林王，一寡做歹代志的歹人，拢嘛讲因无辜的，你千万唔通叫因骗，因这真正是大歹人啊！林王，求你饶下阮一命，放阮转去啦！拜托你，放阮一条生路！拜托啦，拜托，阮阿无想要死啦！别，放人走，放人走，林王，放人走。林王，你千万唔通忍心啦！假使讲你无吸入因的勇气吼，你是无法度恢复你林王的元神啦。那呢，你是有性命危险啊！
咱已经到位啊，这就是花阳滩。天星，天星，阿娘，不要嘛，阿娘，你还这样激动，你还不着你家己的心态，天星。老公讲你是一个好主，阿娘我感觉，为这个囝是我一生的骄傲。我原来我都知影，原来你是世界上不好的。阿娘，我活在世间。你们哪会来离开阿娘这里去？天星，我的心大惊，你是要叫阿娘以后要哪过？天星，阿娘，阿娘。你都安尼处理去，你叫阮两个人以后是要安怎？阿娘已经有悔啊！你叫伊要安怎接受？你去放心的代志。阿哥，感动你人生，阮两个人抱一抱我。哎呀！哎呀！天星，玲珑，你已经吸收因的勇气，通去做你的功了。了命啦！了命啦！玲珑了命啦！拜托你放我回去，放我一条生路啦！你唔能够丢，若无你有拜托了命啦，玲珑！了命啦！了命啦！拜托拜托，了命啦！拜托拜托，玲珑，拜托你了命啦！了命啦，玲珑，拜托拜托，拜托啦，放我回去啦！拜托拜托，放我回去啊！玲珑，拜托拜托，了命了命了命啦！玲珑，拜托我求你，拜托，了命了命，玲珑，拜托，放我回去啊！放我一条生路啊！拜托拜托，了命。我的囝，我的心肝囝，阿娘会回来，阿娘，你莫安尼啦，你莫阁伤心啊！阿兄若听到，你就唔甘，我都放心离开啊！我就是要爱勇敢，我就是要爱伊行袂开口，我爱伊回来。天星，我的囝，我的心肝囝，天星。天星，我爱你回来。拜托拜托拜托你了我的性命，拜托。你已经吸收因的勇气。有勇敢到心肝头，这尔温暖，亲像是我阿娘咧思念我，咧想我。玲珑，迄是你的错觉。是。
尔咧想我那尔咧叫我。你千万唔通胡乱想，你要赶紧吸引的勇气，啊，若无你的性命。我唔是咧胡乱想，我唔是咧胡乱想，我感觉会到，是阮阿娘咧叫我，阮阿娘咧思念我，这个母子人心的感觉，你无法度体会着，你无法度体会着，阮阿娘咧叫我，阿娘咧叫我。 三个人，一定原来有我爹阿娘咧叫伊，咧思念伊，咧等待伊倒转去，会当这样泯灭人生，甲因疼惜落目。妹妹，我袂当拆散因这三个人的家庭。妹妹，林梦，你千万唔通忍心，你一定要吸收因的勇气，啊，若无你的，我已经决定啊。 要放因回去，这放因回去是。你三个紧张，多谢多谢。阿娘，你是安怎？你莫阁这样伤心啊！啊，若无，你的身体会袂甘的啊！我有一种足奇怪的感觉，哪样伊无死，伊还阁伫这世界上。阿娘，你是在讲啥？阿娘是讲真实的，哪样伊无死。 你还阁伫这世界上，阿娘，你莫安尼啦！阿娘已经死啊，这是无法度改变的代志。啊，不过你还阁有我，你还阁有我，我会阁较友好你。阿娘，我拜托你，你莫安尼好我。 我若忘唔掉，阿娘唔是无相信，因阿娘过身的事实，这是一种足奇怪的感觉，这是一种满惊人心的感觉。你阿娘无死，你阿娘还阁活着的，我相信天公伯啊，绝对无可能无阿娘有好的囝，就安尼离开我。 我才是这个，咱进来倒。汉生，伫咱转去进前，你阿兄已经伫咧厝等咱啦。进来，进来。阿娘，到底是安怎啦？哎呦，就是安娘所讲的话，汉生是我死的，伊有死还是无死？我绝对感觉会着，所以。 但是一定要我，紧来，咱紧倒来厝，紧来，咱紧来倒，阿娘。拄则一定是我阿娘咧想我，咧思念我，所以我的心肝头才会向拢变到这样温暖。对，对，一定是安尼，一定是安尼。天公，你千万唔通有所看碍。 要食做玲珑，一定要心胸手热。往南想，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。 玲珑，你千万唔通有所看碍。要食做玲珑，一定要心胸手热，而且爱袂记世间的人情、亲情、甲爱情束缚，若无断情出来，
还阁无吸收勇气，一直陷入之间流途不倦，到尾啊，你就会取消你死。这么久的时间，阮阿娘拢无我消息，袂用的，阮阿娘的生活，我会倒来见伊，我倒来见伊。千万不过，你还袂恢复成功，你即摆咱就拄好出生红的啊！你若入去余文堂这个母体，你出去性命一定危险。什鬼啊！我爱讲，莫阻挡我，我一定要倒来见我阿娘，莫阻挡我。无咯，林公，林公，我阿娘的死。林公，林公，你看，甲你讲吼，你唔通离开余文堂啊！你一个离开堂，即摆愈来愈虚弱啦。我看吼，咱这是入遐内底啊！哎，林公，行啦，咱入遐内底。什鬼啊！莫搁阻挡我，莫搁阻挡我！主公，我用白，我要白倒来见我阿娘。无啦，你讲，你讲，咱入遐洞内啦，咱今仔日闪开！阿娘，阿娘。你讲，你讲，你讲，我看咱大家先休困一下。你行。小姐，小姐。头家，两个一个来。好，是啊，是啊。不如我来甲因来边啊，互你来吸收因的勇气，然后你的元气增加，安尼你行路就较有气力啦。林公，袂用的，我袂当安尼做。如果我去安怎不愿意，我就袂当做出违背良心的代志。袂用的，也毋过，我决定啊，别个讲啊。你讲，你讲。哎，铁哥，你第一名赢嘞！铁哥，铁哥，铁哥，你第啊！阿娘，阿娘，你讲，这咁恁大的所在，真是领导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南边，我来找我阿娘。阿娘，阿娘。你行路。你也四辈拢看袂啊，确实拢无人伫呢。我看吼，咱还是倒来去游运动。奇怪，我阿娘甲外英到底是走去对？天星，阿兄，阿娘，天星，阿兄。天星，我都知影你无死，我都知影你无死，所有的乌鸦讲你已经死啊，我都不相信，我都知影你袂死的，天星。阿兄，是安怎？大家拢讲你已经死啊？到底是安怎啊？我本地已经死啊！我这个男人甲我救回来，我才等得过时间无？
原来是安尼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天公伯父保庇，会当做到几年？大文呢？多谢你救阮囝的命，你的恩情我一定会来你报答。多谢你，多谢你啊！不敢不敢。多谢，哎呀，多谢，你不要紧吧？安尼啊，家里不好，家里互你烦恼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阿兄，你知影？阮知影你已经死啊，有我伤心。有只，我甲阿娘搁去火焰潭，路途这么远，阿娘搁坚持要去，实在是。阿兄，你哦，绝对袂甲安尼吓惊阮啦！华爷，你放心，阿爷以后袂搁吓惊你啊。你大概拢安尼讲，结果也毋是互人烦恼。阿娘，我特别拢有你烦恼，你拢无怪我，是家里不好，家里不好。阿娘，照你讲，是家里爱好好友好你，要不过我前几工险嘛死去。我差一点仔就无这个机会通友好你啊！家里不好，请你要原谅。但是，华爷，阿兄，华爷，卡叔，阿爷以后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你爱代替阿爷，好好友好尔知无？阿兄，你嘛真正是，你才拄转来，就讲这种歹记条的话，你安尼，阿娘会搁较烦恼啦。天生，我相信你绝对袂死。亲像你遐尔友好人，哪有可能放安尼做你家己？就算你真正有啥物不幸，你嘛一定会甲我托梦相信。所以我相信你绝对袂离开我。也毋过，以后你唔通讲要离开我这款话，知影无？阿兄，阿兄，谢你啊，阿兄，谢你。阿娘，你放心，拄则我是老爸讲的，人咧讲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这边我会当脱险回来，算是平安度过啊。阿娘，歹势，我无应该讲出这样的话，互你搁伤心艰苦，歹势。我住！阿兄，大哥，你过来，请过。天生，你莫甲遐惊。阿娘我，天生，这个有了，放紧。我去拿钞票，叫两公主进来，好，进来。公主。李公主，是安怎啦？向公公发生什么代志？伊昏去啊！林公主惊去啦！伊无死啦！到底什么人昏去？什么人死啊？什么公主去啊？我读拢无。是啦，怀英，你小串钱哦，你莫遮尔冲动，你是看到鬼啥？我讲啥我拢听拢无。偷偷讲啦，偷偷讲，慢慢来啊。这种代志哦，袂用个办啦。什么代志？林公主，拜托你紧去阮家叫阮阿兄。叫恁阿兄？恁阿兄敢毋是已经死啊！无啦，阮阿兄死啊，搁活倒转来。啊，这凉，你嘛毋敢相信对无吼？
啊，毋过即马阁昏去啊。林公主，我拜托你，你去阮兜叫我阿兄好无？情况万里，赶紧摕我药箱来去救何天生。阿娘，阿娘，林公主来啊！林公主，啊，夫人，啊天生人嘞，我来去甲看卖。伊走去啊！走啊！阿兄袂用走啦，你的身体这尔虚，伊是走去倒位啦？伊一真心我讲你去找林公主，伊敢若听到林公主，伊就叫迄大妖人叫甲带走去啊！林公主，歹势啦，互你加走一逝。我真正毋知影，天星头壳到底是咧想啥？啊，你好，你就是真。啊，夫人，我想天生的赶紧要走，应该是有急事要办。你放心，伊遐尔友好，应该真紧就倒来。林公主，我阿兄即摆转来，真正是怪怪的，讲神，阁真虚弱，而且阁讲足奇怪的话，实在让我足烦恼啦。林公主，我拜托恁，去救伊好无？去找伊转来，我拜托恁啦。多谢。奇怪咧，天生看到咱去，先啊着急要走。甘榜伊已经知影，伊前世人就是真好恁个代志。哎，可能哦，紧的啦，天生拢看一下。看一下哦。哎呀，你嘛爱听一下啊。紧。千里，天眼神通。顺风，大展神通。安怎有看到无？拢无看到呢，无看到天生野只呢。拢无，奇怪，我嘛拢听无呢。无，较认真的，搁一摆吼。来，大展神通。哇，能够再起啊！妞妞，妞妞啊，你叫阮卖饲，敢讲你早就知影阮找无天生啊？真好了哦，伫咧安排终生进前，早就找好伊秘密稳重的所在，当然互恁找。啊，早就安排好的哦。是讲妞妞，我真正想无咧，即马这个天生是以前迄个有效的天生，也是有魔性变灵王的天生啊。我咧想应该是有效的天生，啊若无，是啊伊重生了，搁要再找安尼。唔对，你看咱去找伊，伊着急要走，所以讲哦，伊应该是有魔性的天生才对。啊，妞妞，放心啊，伊袂找咱报仇啦，伊根本就惊咱嘛。是，因为天生才当啊重生，所以还佫有善良的本性。也不过，等待伊真正转化了后，就变成恐怖的情河灵王。哎呦啊，惨！啊，一个雪姬母无够，搁一个情河灵王母来斗，啊，我看重生受苦啊！哎呦！林王，你坚持要出这个游泳洞，去叫你的元气大伤。我看你即马赶紧运功调养，通好集中本位。看林王这么啊艰苦，我到底是要安怎样？有啊，我即马就赶紧来去找三个壮丁，互伊来吸收勇气，安尼伊就会当用着最紧的速度来复原伊的元神。请你等我者，我做事来去找。
不兴也不美，不雄也不端，不义也不义，不来也不去，不义也不义，不来也不去。哼，需要3个人庙灵王吸收阳气来修炼，结果安怎找，就才找到2个人。哼，想袂到你家己要来谈，真是天堂有路你唔去，地狱无门你创啥？哼哼哼，走。喂，你是在创啥物？我咧等我的中岛等。等吃中岛。对啊，你有看无？我咧等你个水果若落落来吼，我都好食豆啊啦。你叫是姜太公钓鱼，离水3寸。啊，你要吃水果，就甲慢落就好啊。你要等下伊落落来，但是要等到当时，我看你头壳空空哦。嘿，你哪会知影我空空？安尼你一定空空，才会知影我空空。我唔管你是空空还是空空，今仔撞到我，算你衰的。喂，空空诶，你紧走啊，莫叫人聊聊，你要嗨啊！你讲啥嘞？卖啊歹啦！啊，你叫我走，我中岛等要安那？啊，要走这边，还是要走那边？啊，走哪里去？无要走同好。行，一定，莫甲拍啦！莫搁去啊！对我行。我手！我的手足痛，我哪有咧假？啊，你要甲我拍，你家己咧喊痛，啊，你比我搁较假。我哪？哎呦呀！少问下吼，伊伫迄个镜头是偌久啊？啊，无那一直咧安尼挨白叫是吧？嘿啦，啊目睭就闭开，唔才有看的。啊，是安怎？啊，走啊向含细刀声都无。你莫过，你莫过。啊，哎，啊要甲我掠，搁走遐紧，那大家拢唔讲，莫非大家拢空空，啊，搁讲我空空？无咯，爱缀来问我真足，啊若无我就真正空空。中岛等，我连转来啊！唔讲，位置也嘛空空。灵王，我回来。你是走去对？灵王，真对不住，我拄来要去掠3个壮丁，结果半路去拄到一个小和尚，竟然将我手拍着伤，所以你无甲人掠转来。灵王，请你恕罪，等我伤人好，我一定去掠足侪人，转来甲你补完去。你的伤人好，你的伤人好，我甘愿替你当活命。大妹，你不是讲过，搁过2天啦，魔力龙珠就会出现。只要我吸收魔力龙珠的实力，合你为一，我就当变做真正的灵王。大妹，你无甲人带转来我吸血，等到魔力龙珠若出现，我甘愿搁有这个元气去吸收着魔力龙珠的实力。只要你甲我相依好，我会真紧去找更侪人吼，来互你保关心。你家己做前的所有啊，来叫我替你疗伤。灵王，请你恕罪，是属下无路用。等下属下伤人好，我一定真紧去找更侪壮丁，来互你吸勇气。等下你伤人好，我就无命了。灵王，灵王。
有代志难免啊！我哪会当代志难免啊？我哪能做出这个代志？敢讲我真正要变做灵王啊！天公伯啊！天公伯啊！我不会变做灵王，我拜托你，我要做好弟兄，我不会变做灵王。天公伯啊！天公伯啊！我不会变做灵王，我拜托你。你公公明明从位遮来，那谁走甲无看迄人影？莫非这就是人咧讲的走甲喷枪？啊，后要掠人啊，讲变做敢若我要甲掠咧。公公掠公公。奇怪，那找来找去，拢敢若我拄则找过的所在。啊，逐双手我看起来拢熟悉熟悉。啊，大海啊，要风吹迄个公公拍无去，参我这个要找人的空空嘛，强要拍无。啊，莫非我真正空空？啊，我咧空8摆。嘿嘿嘿。公公的脚步声，那才奇怪。哎呦，哪呢阴冷阴冷啊？妈咧奇怪哦！啊，这边啊日头才会啊，啊这边黑暗阴冷。你这里到底是有啥物奇奇怪怪代志？是讲迄个阿公呢？公公啊，为这里一定袂歹算。这个公公佫真老早，有啥物所在？幽冥界，是3界中的倒一界？哇哦！这个山洞哪遮特殊？阁有光线的变化呢？莫非内底有啥宝贝？哇！真正有死死了对！这超工景的超工乌嘛，无都乌甲遮水。我怪外口迄个灯光一直变化，内底七彩呢。哇！找无迄个公公啊，结果发现一个翘翘的坐咧啊！老公主啊，啊，你啊，哦，你阁真清闲哦，家己找一个所在啊，伫咧遮纳凉安尼哦。我你嘛小甲我应一下，啊，毋是无熟悉啊，老公主啊，我啦，老公主啊，老公主啊。我你嘛真晓受手尾来遐大好一个，我变过来啊！我今日修炼你走你咪乱，你是可恶的犯人，我今日绝对要甲你教死啊！无我命运何在？变小的，啊，读册人就爱像你安尼，就爱讲甲细细念，敢若咧念咒语，互人听无啥有安尼呢？你当作干你会晓念，我嘛足好念，听清楚。不无中无，不留中有，不实中实，不空中空，空即是实。人生本是一场空，叫我空空凡事拢会通。你若坐咧遐嘛无一定会通，但是坐久行放甲天天通通。这个少年的，莫话避免就随避免咯，我是咧甲你滚笑，你随避免咯。
你搁踮伫咧这里吉空吉戆，我绝对要甲你死逼。哎呦，阿娘喂，咱别执行的啦！哎呦！惊就好，叫我挨甲惊着。乖，我看卖操练，选较紧。我较只偏，我尾椎，我腮尾搭骨，腿拢疼，拜托，莫安尼啦。若是我当咧修炼，袂当离开幽冥洞，我今仔日绝对互你好看。望眼像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的听。咱拢袂喘，这我来讲你呢，唔知有约来。一定是我走得足紧的，所以叫我袂着。啊！后边咱当时会约来，佫无路好走，在这边啦。啊！我这溜溜跳咧就过来，吼！莫怪拄则咧走几啊公里拢袂喘。敢会是去互龙手拄说一个功力完全恢复？我试看卖。哦，哇哦！3分力有这个威力，这唔若功力拢恢复。哈！哇！人毒二脉嘛拢通啊！奇迹啊奇迹！人咧讲拍断手骨颠倒用，较是有影。是讲奇怪。迄个何公主家己一个美咧山洞内底，伊是咧练什么款的魔法？那我着练甲安尼人面变龙面，不改呀，不改！啊，哪有什么好改的啦？断情情难断，火烧水来救，救人反被救，绝处有风声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人生哪浮云，万行皆混沌。做人急空空，万事拢会通。我真正想无呢。是安那？天生听着牛咧尾啊看，我早就碰票也不看呀。我甲你讲哦，伊一定是挑故意哦，无爱互咱拄着的啦。
因为你想看嘛，伊特别变灵王啊呢，心肝头一定真难尿的。我有咱等。拜托，叫吧，喂，啥弄啊？直接看嘛。来看。什么代志啦？哦，你只有问一下，他发生什么代志？哦，还有一个空空大叔啦，伊哦人足趣味哦。恁若有啥物遗言杂症吼，去甲问，个无唔对啊。有影。哎呀，我喂啦，喂。空空大叔。空空大叔。我想吼，一定是变成咱咧变鬼变怪，欺骗善良的百姓。屁屁，百姓趁是这么辛苦啊，佮骗百姓钱，来看卖，第三怪，行。大叔啦，拜托啦，该谢谢，然后我拜托啦，拜托啦。哦，光头白日欺骗善良的百姓，哦，屁屁，你较解释者。空即是性，性即是空。迄个空凡事拢会通，了解无？这个声音敢若捌听过。段经书。没有了解吼。段经书。到底是你死啊？你骗我无代志哦，我足紧张的讲诶。请问两位施主啊，恁敢是挂急诊的，啊无请排队？对啦，稍等一下，恁敢唔知阮两个是啥物人啊？唔知啊，排队好无？唔知哦。歹势。阮兜的家母吼，最近拢袂生人吼，请大师吼开始者吼，看啥方法会当解决的无？真简单，你也先了解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卵，到底是卵先孵出鸡，还是鸡将卵生落来。我跟你讲，当然用这个乌布啊，将恁兜迄只鸡母目睭甲扛起来，自然就会生咯。你讲我拢听无呢。哎呀，知者为不知，不知者为知呀！哦，我知，多谢大叔，多谢。遐奇怪的代志啊！袂生人，我看了假的生人，就讲话那是段正书会讲的话啊。对啊，哪有可能伊叫伊生卵就生卵啊？天地皆空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来呀空空，去呀空空，了解无？了解。啊，借问诶，啊是真空还假空？真即是假，假就是真啊！恁两个敢是挂急诊的？大家唔爱紧张啊！我甲大叔哦，真正是好朋友，我有代志要找伊。好朋友，你看。是啦，真正，我有重要的代志哦，要甲大叔参详一下，无麻烦你领这只来啦，拜托吼，拜托。你两个讲是真的假，唔通骗完了。好，各位施主，今日问到这，明仔载量早报面。对啦，我大叔安尼讲啊，我真正好朋友啦。多谢啦吼，感恩啦，多谢啦吼。嘿，段经师傅啊，你明明就是段经师，咱硬要讲家己是空空啦哈，你都段情啊！是即是非，非即是是，是非非转眼成空，空空非断情，断情非空空。啊是啊，唔是欢喜就是，无欢喜就唔是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伊是伊，何必执着？师傅，你敢袂记啊？你穿白敬衣啊，规身躯咧倒火，跳咧陈笑潭，你敢袂记啊？我是万里的，段经师傅，你看，你讲话甲你的面容拢是段经师，硬要讲家己空空，你敢真正空去啊？啊！恁两个咧这样，我是到底要先印象，啊无安尼规去啊，规日拢无人啊，互恁两个嘛，才有顺时来啊。这要下我饲料哦，伊可能袂讲哦。对，伊即马敢有两种可能，装笑的，啊无就起笑的。来，比瑞。哎呦，大叔啊！阮两兄弟一直咧找人，拢找拢无，要死啊！甲阮破一个哈！找人好，
因果循环定一生，从容一出了风尘，命中注定啥人知？唯看天意了世间啊，听有无？听有真怪。师傅，你到底是讲啥？有话无？我哪听有啦？对啊，听无话，你去问恁头家啊。哎呦，你哪知影我有头家啊？因为恁两个看起来都是新老型嘛。好啦，地主问题你无讲我清楚，我真正唔知。我嘛是，我这陈丽啊，你看你的面，本来都已经足歹看，即摆弄一个吼，佫真正是吼，吼，愈袂看的。看这都看遮到位。哎，小等者，他对伊讲从容一出了风尘，什么意思啊？问公主啦，行啦。好，好啦，从容一出了风尘。天心，已经遮尔济天啊，你拢无来我的梦中甲我相识。你敢知影？我逐工拢咧想你。我一直抓准讲，咱会做伙一世人。想袂到咱的缘分遮尔短，你煞离开我，留我一个人伫这个世间上。天心，无论安怎，甲你做伙一段日子，是我这世人上好的起点。我一定会永远甲伊记伫我的心肝内，永远袂放袂记。阿姊，阿姊，什么代志？阿姊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哦！我听青红兄甲万里兄讲，天时还无死呢。望眼像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什么代志？阿姊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哦！我听青红兄甲万里兄讲，天时还无死呢。天时无死，讲真实的？是啊，啊，毋过话因只讲，天时兄毋过失踪啊，毋知走去倒位啊。阿姊，你会真快回去啊呢？我哪遮尔无小心？阿姊，这只不过是一个奖花，回去就回去啊，搁买一个就好啊。这是天心送的奖花，幸福该团甲之宝。我哪遮尔无小心？哪遮尔无小心？妈祖娘娘，多谢你的保庇，天心才会当平安度过死劫。啊，不过天心失踪啊，希望妈祖娘娘会当保庇天心平安无代志，赶紧回来。妈祖娘娘，我无小心甲天心送来的奖花写回去啊，奖花回去是歹结掉，这是毋是在暗示我啥物？妈祖娘娘，请你指点。少年姑娘，林公主，你敢知天心无死？我知影，月英已经有走来甲阮讲啊。也毋过，伊讲当时天星是昏去的，等阮赶去遐好家的时阵，天星就已经走啊。天心走啊？伊是走去倒？是安怎无倒来找我？我想，伊会离开，无来找你，应该是有伊的原因。
要请教你，我无小心甲天心送的情火摔断去啊，这是毋是代表我甲天心的缘分袂圆满？秀莲，命中有时总是有，命中无时无强求。假使讲，若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；若毋是你的，就算讲你费尽心思，到尾啊，嘛是会失去。因为天注定，只要心宽念顺，随缘自在。有当时得到的无一定是幸福，失去的嘛无一定是不幸。因为可能得到的是痛苦，失去的颠倒是快乐。得到的无一定是幸福，失去的无一定是不幸。人生缘灭，你要甲看作讲，得到的是一种缘，失去的嘛是一种缘。只要咱努力、尽心，也若无，你一直安尼落去，痛苦的是你家己。妞妞，妈祖娘娘保庇阮平安倒转来。秀莲姑娘，秀莲姑娘，公主，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一下。秀莲，拄则我讲的话，你一定爱记的，我想得起。陈理顺哦，你两个咧雄雄讲讲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妞妞，顺我你先讲，你先讲。妞妞，你敢知影？阮头拄仔伫路的拄着什么人？段情师傅呢？段情师傅，伊无死，你敢会看唔到啦？妞妞，袂啦，阮袂看唔到啦，而且哦，阮搁有甲伊讲话呢。对，啊，毋过感觉足奇怪，伊是真正袂去，还是调工的，完全拢毋捌我。啊，讲一个有诶无诶话，我完全拢听无。到底因甲你讲什么话？伊讲什么因果循环定一生，从容一出了红尘，命中注定啥人知？唯看天意了人间。妞妞啊，阮拢听无咧，这到底是啥物意思啊？应该是这。迄个人是啊看来面青面秀，介绍雪姬夫人迄个师爷段情师傅呢？各位施主啊，我只不过是凡人，你唔通行这个跪拜之礼，我受当不起。起来。好，今仔到这为止，明仔载请早。阿弥陀佛。大叔啊，我叫米芳啊，你袂记啊？哦，以前啊咱记过啊。名叫米芳，可是可能唔是介芳。咱讲人呆看面就知，大可不离呆，无呆将冤在。因为你唔知，所以无够呆。真好，真好。哦，大叔啊，我今仔来吼是有代志要甲你请教啦。我知，说。我是想要问大叔吼，我迄个姻缘啊，当时会安尼谱出来啦。我含我迄个心爱的千风兄哦，敢有可能会当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？姻缘想要谱，好，若想要谱，首先你人跳在水底，绝对谱，因为啊，你的姻缘一定属水。好，看你。生做白泡泡幼绵绵，面型啊古水，搁得人疼，真是有福气款，真好大叔，准！哦，大叔，等下，我拄则袂输，安尼叫牛踏着咧，莫我。歹势啦，哦，你真正准嘞！你都唔知影，迄足侪人吼拢爱介意我。
过我敢若介意清风兄一个人。大师，你有啥物方法吼，会当互我和清风兄呢做伙无？简单一句话，百劫经医就有了，哈，安尼就有啊？有机会咯。食啦！师傅，啊，我搁有一个代志要请教啦。阮小姐吼有一个烦恼，伊着要变伤心呢，敢有方法当化解？哎呀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正言是空，空是正言。自古多情空为魂，难解难解，除非有百劫经医。啊？又搁是百劫金医？百劫金医真正有效哦？你若唔相信哦，我要困了，莫个嘛。大叔，大叔，喂，人我还没问了就困去啊。袂要紧，我和我的清风兄搁有救就好啊。大叔，哎，我先等你啊吼。较等回小厝。大师你好，看起来我生意袂歹哦，今日一摊接一摊。我叫做林怀德，听讲这有一个得道高僧空空大师，所以我专工要来请教。头遐熬，有拖豆的白节无？大师，你进前遇到风险，请问你是安怎脱险，安怎平安？风暗树孤芳，寂无听孤单窗，伊我点无风。大师，你进前遇到风险，请问你是安怎脱险，安怎平安？哈！众生只要修持，菩萨自有保庇，所以啊，莲花生万蕊，上无好千顶啊！情即事动，既动其心，必生其价。大师会来伫遮，应该是有你的原因，是毋是有需要人斗相共？阿弥陀佛，不用不用。我空空大师虽然空空，但是18般武艺样样皆通。我见貌辨色，灵音察理，大智容于天下，小智观于好魔啊！哎呀，好厉害啊！有人叫家己空空，甲家己当作是孙悟空，其实拢是着碰风啊！哎呀，段经师，来加仙啊啦！加仙，我捌听过黄大仙、赤下仙、王大仙，还佫毋捌听过加仙呢。莫非你两个身躯真久无洗，全是仙呐？大师，你敢袂记啊？咱两个啊，去救清风啊，将军府有无？八个经理，阿翠哦，你规身躯发火啊！你话你亲切人，敢袂记啊？哎呦，我万你啊！哦，你讲了佫不哩啊清彩哦，后火后水，但是欠三味，欠金木土，加起来拄好是五行啊。来，万里清风，空空大师，既然你无承认你是断情师傅，那呢我嘛袂勉强你。只是讲人该有出处，唔知空空大师你对倒位来，要对倒位去？哦，不可说，不可说，天机不可劳泄，天知地知，我知，恁唔免知。好啦，我嘛无想要知啦，我想要知是吼，你顶个讲迄落啥物从容一出绕风尘，啥物意思啊？对啦，大师啊，咱来交情一工两工对无？你捌住过妈祖庙啊？我两个嘛对你袂歹啊，拜托的啦，讲我清楚卖你啊，传个下对无？哈？巧的自然就悟会出，
啊戆的哦，讲甲足白嘛听无。唔是啦，你头拄讲的什么鸟风尘都有知的啊。阮上妈妈爱知影要安怎做，才会当为民除害啊。除害哦，讲着简单。天下这尔大妖魔鬼怪，祸害人间呢，想要除害，袂输敢若骆驼穿针，难呀！哈哈哈。公主啊，你甲听看卖啦，咱问伊当伊应使啦，啊，当时可问会完。公主啊，你看啦，迄茶都烧好，甲等咧水的，我看伊真正空气。安尼情况，咱行。公主，伊。妞妞，啊，一路你拢无讲话呢。啊，请问的吼，啊，迄个人到底是段情还是空空啊？段情就是空空，空空就是段情。什么意思？妞妞啊，既然伊是段情师傅，是哪甲咱当作无熟悉哈？段情师傅当场就甲咱回答，当咧烧的茶，就代表讲以前假的逼劫伊，承受着烈火焚身之苦。烧过的茶等落去水底，就代表伊伫咧千手断的时阵，已经甲伊烈火焚身之伤已经医好。而且伊搁再讲，连火生万蕊，伤无护千条，就代表伊进前的修行，所以会当得到上苍的保庇。我原来就是安尼哦。啊，咱较讲妞妞较巧啦。当然啦，加讲的，要若无，我哪对妞妞这尔视重？啊对。妞妞，啊，请问一下吼，啊，段情师傅是一个平凡人啊，是啊，伊承受遮大的劫厄，啊，结果规人拢无啥物代志。我伫咧想，应该当初段情师傅咧做苦行僧的时阵，伊就有种福德，所以伊才有这款的福报，而且会平安无事，脱过这个劫数。哦，原来哦，段情师傅种善因得善果啦。你有道理。段情师傅毋是真正毋捌啊，伊是假啊毋捌啊，伊嘛毋是真正闪，伊是假啊闪。伊是为着无要互人了解伊的身份，而且伊即摆倒转来，伊是有目的的。目的？是有啥目的？既然伊甲家己号做空空大师，那安尼咱就顺其自然，万象皆空，无地亦无定，以无定立定。静观其变。检查是无死，既然你无死，是安怎毋转来找我？小莲，你搁咧想天星啊是？阿爹，你敢知影天心无死？你也知影？是啊，啊，都清风甲万里甲我讲的啊。也毋过，既然天星无死，搁毋转来，伊人到底是走去倒？这嘛是我想过的所在。我对天心来讲，感情是遮尔无重要。既然伊无死，是安怎伊毋转来找我？感觉伊毋知影我足想伊的。小莲，你莫想伤济啦。凡是天星伊嘛不得已的苦衷，所以才无转来找你啊。就算讲伊有苦衷，伊嘛应该转来甲我讲伊平安无代志啊。真正也算讲伊死啊，我永远拢看袂到伊啊。即马知影伊平安无代志，想要甲我同款看袂到伊，感觉
我甲天生的感情，真正亲像这支长去的江花同款，永远拢无法度要做伙。秀莲，你也莫艰苦啦。无论以后你甲天生发生什么代志，阿爹拢希望你看开，莫互情所迫，为情伤悲。人生在世，男女之情毋是为的。阿爹看会出来。天生是一个真有目的的查甫人，也毋过伫这个乱世，有时阵缘起缘灭，迄是真歹讲。假使你甲天生若有缘，就爱珍惜；若是无缘，嘛爱提起放下落才对。阿爹，你是毋是认为我甲天生的感情有啥变化，还是你发现啥物？拢毋是啊，这是。阿爹干那你一个查某囝，是阿爹唔甘，无希望你受到伤害，所以阿爹才会安尼苦劝你。假使你甲天生若样有好的结果，阿爹当然嘛祝福你，替你欢喜啊。秀莲，当我甲自己将花交予你的时阵，我就已经认定，这世人我心中永远只有你，袂搁有别人。秀莲，应该。你是创啥？秀莲，你讲。
天生秀丽，英杰动心。我搁差一个就完成啊咧。天星有来过，天星真是有来过。你把这个心抱起来，是讲你心内有我。安尼是安怎？是安怎你唔来找我？是安怎你唔来找我？但是你伫遮对无？但是你做哪？但是你做哪？秀莲，唔是我不爱甲你生气，我真正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无得甲你会感觉我是一个薄情郎，也毋过我唔是啊，我真正唔是啊，秀莲。请你相信我，一世人，我的心中就只有你一人。除了你，我袂阁爱别人。你敢知影我就想你？你敢知影我就想你？是安怎你唔出来救我？是安怎你唔来找我？我求你，不管你伫倒位，你出来给我看卖，我知你平安无代志，秀莲，请你原谅我，我真正无法度甲你见面。秀莲公，你哪这么暗才回来？林公主，拄则我去以前，我甲天星去过山洞内底，看到我所去的事已经完成啊。可见心肝还阁有我只是无了解，既然伊无死，是安怎唔转来找我？秀莲，爬山的人拢知影，假使迄座山楼拢无人去，就要靠你家己拨开杂草，才有法度行过。也毋过，你若是无法度理解、无法度解决的时阵，你只有是等待。我知影你即摆等待甲真辛苦，也毋过你毋免烦恼，总有一天有云开见。秀莲姑娘，伫个代志还未清楚以前，我希望你要冷静，而且要用平常心去看待每一项代志。若无，你若想过头急性，是无法度解决问题。林公主，我是真佩服你，你大概拄到代志，都会当遮尔冷静化解，无亲像我。其实你嘛通甲我同款，只是你即摆心无静。假使你心若是平静，自然真容易看清楚代志的真相。公主啊，秀莲，你伫遮哦？阮公主甲阮拢足烦恼你，你知影无？真歹势，互恁大家为着我烦恼。我想我阿爹一定嘛真烦恼我先去看伊。妮妮，看来秀莲姑娘阁是无甲天星联络呢，也是要进行调查，看我着找着天星伊到底什么所在啊？段情师傅敢是有讲，昌良一出了风尘，我相信伊一定有发现。会使，秀莲，啊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你拢遮尔欢喜啊？阮要办喜事啊啦！啊，会使。你讲你要办喜事？秀莲要成亲啊啦，要请你食喜酒。秀莲要嫁啊？
是要嫁什么人啊？啊，那天生啊无啥，而且明仔载就要成亲啊。娘娘啊，天生一定有问题啦！要娶秀莲，明仔载就要娶，这日着一定有问题嘛。妈祖启示讲，世间上什么人上快乐？啊，就是会当做甲宽容别人，会当原谅别人，安尼就是上快乐。因为伫你会当宽容甲原谅别人的时阵，迄当时心肝内的烦苦嘛拢总消失。拄着你挑剔的缘投送，哪通你身边已经有别人？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甲梦，双双对对，因阮心肝遐凄凉。夜梦离离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甘。青春赶无通，大声咧酒咧暗，看阮舞步遥望岁月流转，红颜像。